其实在这段就是鲁冰花里面一个小插曲。我们怎样呢？对啊，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就是钟老在居住日式宿舍的时候，他当时鲁冰花一写出来不告，然后那个什么一刊登，他第一个就写信给钟理和，然后跟他讲说，我弄了一片鲁冰花。哇，我接到志明挑战讲的话吼，讲隆重之间的情谊吼，从遐种鲁冰花接力遐种写作嘅看出来吼，去凉沙延续以后对个从个文友通权延续以后，其实凉沙对文学大变的方向、大变的目标重要，所以为台湾的文学、台湾的作家，直接要建立一个批判，所以鲁冰花的重要性哈，唔係講一作品伟大，實在係伊嘅對文學史嘅意義非常重。